哦，这个红萝卜啦，这个都还不够大的，要肥料也要够多，肥料都不够多。它那尾巴很多都烂掉，尾巴烂掉，那隔壁那个稻田那个水还会渗透过来，然后又有下雨又积水，这边有比较低的地方积水了，那尾巴很多都烂掉了，太可惜了啊！没有经验了。然后这个灌溉以后又连续下雨好多天，所以那个时机都要有把握，都要有学问的了。那个冬天冷的时候播种的，大概是农历11月播种的，还有可能10月就播种了。然后你看现在元宵节过后，农历1月元宵节过后，还有肥料不够，那长得还不算够大。要遇到那个，你看那烂的尾巴呢，要有经验了，早一点来采收就好了。